OK，有点紧张，因为这一个是我算是第一次真的说这个佛法吧。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跟人家分享怎么做生意的手法这些的。但是从我15岁开始就跟着 Rinpoche 在一起了，然后就有稍微的学到一些佛法。然后有时候就跟他一起坐着谈天的时候，他都有教到一些应该怎么做人的道理这些。从小时候可能刚开始，因为对佛法的这个定义是有点模糊的嘛，所以他就以另外的方式，就是讲说，不用从佛法开始，而是从人开始，就是说你的个人的行为这些，只要是对的话，那你做什么都就会比较顺利一点。这个就是他用的方式来教导我。因为我刚开始15岁前是有点坏的一个孩子所以父母亲就把我放跟Rinpoche在一起。所以从那一边呢，我就发现到，其实佛法的用意呢，其实是给人一个定义。那个定义就是说，让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好、比较完善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topic 就是这个题目呢，是叫迎接这个财富的这个妙法嘛，对吗？所以主要开始的话呢，可能就问大家一下，你们认为财富到底是什么 ？OK， 钱吗？好，还有呢？心灵上的还有呢？家庭快乐好，其实对于财富的说法呢，有许多人都对这个财富这个字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观念。有一些人就讲到，财富是有钱；有一些人就讲到，财富其实是身体健康；有一些人讲，财富是我家庭快乐就好。那财富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财富可以把它演变成2种说法。第一个财富呢，就是有形的；第二个呢，就是无形的。什么叫做有形？什么叫做无形呢？有形的财富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钱财，就是我们讲的可以看到的，我的屋子多大间我的车有多大啦，我的房子这些有多大、多美、多好。那无形的呢？无形的是什么意思呢？无形的就代表说我心灵上的，就是我的智慧我对自己的怎么健康我对自己的信心，我对自己的那个平静点在哪里，然后我对人的那个想法跟要求是什么？这一个呢就叫做无形的。那这个财富呢，无形跟有形的差别呢又在哪里？它的差别呢，就等于其实讲到完呢，就是我们人自己，我们自己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讲的大多数的财富其实是无形的财富，而不是讲说有形的财富。但就演变到现在，很多人就在问嘛，这样Dr. Colin 你做生意的，然后有这些财富这些东西。这样你不是在做佛法吗？你不是在学佛法吗？为什么你还要特意去赚那么多钱？你特意去做这些东西，这样它不是跟你有一点这个跟佛法有一点摩擦，还是跟佛法有一点冲突？那我的这个怎么讲呢？讲解给每一个人听的说法呢是这样子的。当然有财富当然是肯定是好嘛，对不对？所以财富呢，刚才我都讲了，就分为2种。当然，第一种财富呢，就是钱财的财富。我个人认为呢，当然无形的财富很重要。当然，这个有形的财富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钱呢，也是对于真正我们说要真的无条件没有去想那么多的，能够去
学习佛法的话，你要是有那一点点钱在口袋的话，对你来讲，你要去修行也好，你要去你要去学佛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小障碍。我刚才在外面就跟一个同事在讲这话嘛，我们就讲到这个，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这个看足球，就踢足球的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哎，踢足球的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这个足球队跟这个英国的足球队相差这么大？他就跟我讲，相差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是他们的这个passion 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说啊，他的热情啊，对吗？他们有多热情，所以我就跟他讲，其实呢是两个都有。第一呢，是这个英国，我们讲到这个足球队啊这些，他们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他们赚的那个钱财嘛，远于超过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到这一点，我讲说，其实不只是单单是你们有多有兴趣要做这个东西，说不只是单单这个，而是要是我们现在就这样讲，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足球队嘛，我就跟他讲，在马六甲本身呢，我们也有帮助这个足球队，所以我们也是捐款了许多。然后有时候呢，我就有跟一两个那个球员谈天嘛，就讲到，我就问他，哎，既然你们都有兴趣做踢这个足球，那为什么你们呢有时候又来，有时候又不来？然后有时候又讲说你有兴趣，所以他就回答我，他讲说Dato' Colin， 你不知道，我家里有2个老的，然后呢我还有3个小孩，要是我天天来踢足球的话，那谁来照顾我的孩子？那谁来养他们呢？所以其实这个我要讲的呢是什么意思？就演变回就讲到佛法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当然自己都有 passion 嘛，就很想要做这个东西，但是呢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或自己的家人的话，那就会有一个障碍在那一边。所以呢，当然讲到这里放心，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我有几个妙法给你们。等一下呢，等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拿到一些赚到一些财富？你肯定是说真的要学佛法的话呢，有办法去酝酿这个佛法的教育，然后怎么样才能得到财富？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拥有财富的话呢，与这个佛法有什么冲突嘛？对吗？所以财富其实说来的话呢，是没有错或对的，而财富是一个无形跟有形的东西。错或对是从哪来的呢？其实是从本身，就是我们本身自己的想法。要是我们有一个贪的愿望的话，就是那个欲望的话呢，那肯定它就是不好的。要是我们是想说赚多一点财富的话，帮助别人的话呢，那肯定是好的。那多多少少大多数的人呢，都会想到说，哎，我要赚这个钱，因为都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要买大房子，我要住好的地方，我要有这个有那一个。其实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当然我自己本身觉得这个是没错的，是没有错的东西。当然我们是讲说在佛法里面的话呢，可能那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他的观念应该是这样子呢，他的观念应该是说，我们有赚到这一个钱，我们就要设法想象要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别人。但我们现在以现在的这个情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要 balance 一下咯，就是讲说你们一定要平衡一下。当然自己所要拥有的东西呢，不可以超越于伤害到别人，而导致到人家不开心这些的。但你可以自己要拥有你要的东西，同时之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别人，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现象。要是你问到我的话，拥有这个财富与这个佛法有冲突还是没冲突，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念哦。我们的信念对，
就其实跟佛法是没冲突的。我看每一个人也是在等着，快点跟我讲到底是怎么样聚财的，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东西了。所以其实聚财的方式呢有4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在这个店里面嘛，对吗？我们就皈依佛祖和这个菩萨，然后呢就给他们呢增长我们的功德，还有并且或我们的业障啊，就是说把我们的业障去 clear 掉的意思。所以要是你真心的拜佛的话呢，他们就会帮助到你，能够呢有一个比较平静的心灵，能够学习佛法。那我们讲到这一个的时候呢，这样应该要拜什么佛呢？佛有这么多种嘛，还要拜什么佛能够正式的帮助到我们？其实当然就在我后面这一个就叫多杰雄灯嘛，对吗？多杰雄灯呢有一个短称的叫做财王。就财王呢的意思就是聚财嘛，还有就是 King of Dharma， 对不对？就叫王嘛，对吗？你是第一的。我有做了几个调查之后呢，发现到其实这个多杰雄灯，他是这个马觉须菩萨嘛，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就是化成了这个多杰雄灯的。然后要是跟他就是皈依于他的话呢，会有什么帮助呢？它可以增长你内在和外在的财富，就是我刚才讲的无形跟有形的财富。那也有能够帮助这个累积这个功德，还有增长这个寿命，也让我们呢有更多时间跟机会能够学佛跟修行。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多杰雄灯。第二呢，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多数的人，不管你是在学这个藏法啦，还是你是就是只是这个在庙在哪里都好，都有听过这个叫做黄财神的嘛。这个黄财神呢，其实在大多数的地方藏文里面呢，他们都很大力的推行这个黄财神。祭拜这个黄财神的好处是什么？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福德，还有我们的寿命，还有我们的智慧，还有物质上你所需要的东西呢，其实你真诚心的拜的话呢，它都会帮助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讲到，这个佛祖不是应该是教导我们要舍，就很像要做和尚这样子的嘛？为什么呢？又要可以拜了他，拜这个黄财神还是拜多杰雄灯呢？会能够有这些财富呢？他的财富的定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把你这个人呢，能够给你比较平静一点，就是你的心比较安定一点。你所要的东西呢，全部都拿到了之后呢，你的心就比较平静了嘛。那你就有办法学佛，所以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嘛，就是他们讲的 White Mahakala 啦，就是这个白黑天呐，还有等等的这些财神嘛，还是这些佛祖。当然我自己本身呢，我就讲过了，从15岁到现在嘛，对吗？就是一直都是在拜着这个多杰雄灯的。早期呢，等年轻的时候，15岁我就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了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每一次，只要有要求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 ，OK， 你就去念经拜佛一下，然后跟佛祖讲说你所要的要求是什么东西。然后呢，第二个东西就是说我每一次。因为有时候跟着他的时候，我们在走街走在外面的时候，就忽然间下着大雨嘛。每一次我就看他就坐着下来，就平静的就开始念经。他一开始念经的时候，忽然间那个雨全部就停下来了。我就哇，好厉害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是从当时
真正看到他做了这样的小动作了，也不算小了，这个可以停雨嘛，是算是大动作。我就觉得，哎，这样真的啊，可能是说，真的要是我诚心的拜这个多杰熊灯的话，就会有一个转变。所以呢，我就开始拜这个多杰熊灯，然后我简称于财王啦，容易讲吧哈。所以我就开始拜财王的时候呢，就自己也把我自己当成我也是Rinpoche 的这个想法，就想说，哎，下次下雨的时候呢，我也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本领。其实讲真的，可能是现在已经是我现在已经差不多35岁了嘛，可能现在比较多那个杂念在那个脑海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一直在想很多东西。但我可以跟你讲，从我差不多可能16岁到差不多20多岁，每一次我所拜这个财王的时候呢，诚心的拜这的时候，叫他帮我停雨的时候，真的是会实现的。我也是觉得很特别。但我自己的老婆呢，她本身也不是学佛的嘛，也不相信这个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法的东西。她是看到呢，我有办法停so called 停雨的这个的观念，她才哇，这样她才开始相信了。当然我们不是讲单单只是停雨的东西，我们就讲到了。主要为什么护法会帮忙做这些东西呢？就来我刚才讲的，他就是要给我们心比较定一点，能够相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去学这个佛法。然后讲回头呢，第二个就是所要求的愿望嘛。当然早期呢，年轻的时候15、16岁所要求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能够读好书咯。父母亲给我多一点钱哦，可能新年的时候，可能是要求要多一两千块的红包钱，这样子的想法嘛，对不对？那当然以前的想法我们就讲称为这个 laws of attraction， 就是你所想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但现在呢，才正式的了解，其实是你前世所积来的福，所以你这一世你想说你要什么，你都会得到什么，所以它是以这样子的情形来做法的。所以这个呢，前世以积来的福是怎么样来的呢？我等一下在后面呢，我会大概讲解给你们听。但这个，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聚财的方式是第一个，就是归于佛祖跟菩萨。第二个做法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呢，你看到他们在卖这的这个叫做这个聚福宝瓶嘛。这个聚福宝瓶呢，其实是为藏传里面的这个佛教中特有的，在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的。其实就藏传里面呢，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功效是用于改善环境。就有点像这个中国里面他们不是讲你放这个貔貅啊，你放一个貔貅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它可以帮你改你的这个风水的那个感觉嘛，这个命运嘛，一样的道理。其实在这个藏传里面呢，他们就做了这个聚福宝瓶。聚福宝瓶呢，就是有很多的各样化的那些佛祖的一些我们简称于东西啦有很多那些不一样的那些各个的东西呢，把它都放进里面，然后呢有做了一些住持的。所以这一个聚福宝瓶呢，要是你放在你的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有帮助到 clear 你的这个的磁场。对了。我就是一直在想着哪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磁场，就 clear 掉这个磁场。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当然我们拜佛，当然我也是相信风水的。所以相信风水的，我又怎么样把它二合一呢？就是说，
等今年嘛，2017年，我们就会去跟这个风水先生，通常我们简称为风水佬嘛，好像跟风水佬谈说，今年我的那个格局应该是这样的，我的命运是哪一个方向的？所以他就讲，今年你的命运的方向是西南边，他就这样讲。所以你要做什么东西的话呢，你就把聚财的东西放在西南边。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就把这个聚宝瓶呢，就放在这个西南边哦。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有办法把这个磁场的改化，然后就会越来越好。但我们讲到了这个聚福宝瓶呢，它也是有好几个这个阶层啊。是说，当然有不一样的佛祖的这个加持在里面的，所以当你要买一个聚福宝瓶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问到说，这个聚福宝瓶里面的这个加持的佛祖到底是哪一个佛祖？这样子的。好，那第三个的这个做法呢是什么？第三个做法就是我们通常最喜欢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克夏拉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做puja嘛。我们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份我们都一起坐在一起呢，做这个puja。puja的华文的称法就叫法会，做这个法会。所以在藏传里面呢，也是，就是说你们有这个诵经仪式的话呢，它的目的呢是消除个人的障碍。还有呢，帮我们把我们的困难等等都消除掉。所以这个信也好，不信也好，当然我自己本身有看到很多例子，就是就最近我才在跟这个大豆妹在讲这话嘛，他就讲到说，他家里有其中一个这个他的 relative。家庭的人员有一点不舒服，就是去医院这些的，所以他就order 了一些这个法会，叫他们跟他们做了这个puja。所以做了puja之后呢，他的这个family member 就是他的 relative 就变得比较好了一点。但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 firm believer on 做这个法会的，所以通常呢，我们开始在我的生意里面呢。我们每一次呢要开一个那个这个销售的那个office 也好还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我们通常都是会先做一个法会。当然法会有两个意思嘛，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我所说的，我不是一个我也是一个凡人嘛，对吗？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比较平静一点的，让我比较放心一点的，我就去做。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要是我是讲说，我们讲在这个社会里面嘛，昨天我就在讲到了，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昨天在一个 talk 里面我就讲到说，在这个社会里面，现在真的是太乱了。以前呢，可能我们讲到说要做生意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也知道，就 marketing 的话，就是放一些消息就 advertise 在这个报纸里面电视里面就好了。但现在呢，慢慢的也是转变，你又要放在 Facebook 又要在 Instagram 又等等都有很多。然后现在可能你放在这个报纸里面都没有人在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呢，你要宣传也好，你要做什么都好，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让人家感觉到比较很难捉拿的一个东西，也弄你的心比较不定的你要做什么。所以我通常呢 ，before 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讲说，打给Pastor 爷爷还是谁就是你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法会一下吗？所以他一做了法会之后呢，每一个人就觉得说，那个地方的磁场比较好一点，心灵也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销售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就感觉到会比较定啊。当然，很多人讲说做什么都好都是靠自己嘛，我也非常相信这句话，就是做什么都好就是靠自己。就是说，但是要是你人不定的话，怎么样靠自己呢？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哎，不可以啦，我不可以做这个啦，哎，我不可以做那个啦，我要学佛法也不可以啦，因为我要回家照顾我的孩子啊，我要做什么啊，做什么都不定。所以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一个字定。要是我们有这个定义的话呢，我们有这个信念的话呢，那我们做什么就一定会是成功的。来到第4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了什么都要靠自己嘛，对不对？这样聚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布施。布施到底是什么呢？布施呢可分为3种，一种就叫做财布施，一种就叫做这个法布施，一种就叫做无畏布施。所以财布施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无畏布施是什么呢？还有这个法布施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说到了，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有一些人的财库啊，这样子啊，轻轻松松什么都不用做，开一个嘴巴而已，他就有很多钱。那我呢，哇，要做牛做马，做来做去，做24个小时，可能要是一天里面有36个小时，我做36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做到他能够做的东西，他只是做最多1个钟头就做到了。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嘛，就是说你前世修来的这个福嘛，你前世修来的这个merits 我们叫做了，所以它是有这个因果报应的。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以佛法的定义来讲的话呢，为什么现代就这个人有钱呢？就是因为他前世修了很多这个财布施。然后当然我们又讲到了，哎，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又很聪明？为什么有一些人是你一讲第一次他就能够记得？像我这种，我就觉得还不是很聪明，每一次要一直在想回头。有时候讲到佛经佛法的时候呢，我自己本身也是能够吸收，可能是50%罢了。但又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哎，为什么他们能够吸收60%、70%、80%？有一些人甚至100%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前世修来的这个福，就是修来的呢是什么呢？他修来的就是这个做了很多这个叫做这个法布施。所以法布施呢，当然是有很多方式来做的啦。我等一下会揭晓给你们，到底法布施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帮忙到。那第3个呢，就是无畏布施。无畏布施呢，到底是什么？无畏布施呢，就是以简单话来讲的话，就是无我。无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执着，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放下的。只要我们有这个无我的态度的话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就没有要求，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帮助的心态，对于每一个人就只会是想帮助他们。所以要是你有这个的心态的话呢，或你前世已经有修来了这个无畏布施的做法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哎，为什么这个人长得这么好看的？哎，为什么这个人呢身体那么健康？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长命100岁到100岁？为什么有一些人到20多岁他就去世了？就是这个无畏布施的这个道理来的。所以你前世修来的这个财布施呢，你的命里就会有这个财富。命里有财库的话呢，做什么东西就是会有钱呐。命里的智慧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法布施咯，修来的。而当然，你命里头的这个健康呢，长寿，就是无畏布施。所以通通呢都是有因果报应的东西来的。所以从这个果里面，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布施的话呢，你就会看到那个因。当然从那个因，我们也看到那个果啦。就是你看到，要是现在的话，我们要是
一直身体都不好，很年轻就身体都不好的话，那我看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无畏布施了。就无畏布施呢，是在布施当中最难所做到的，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念头嘛，对吗？我们的念头都当然是为自己先呐，哪里可能是为别人嘛？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是自然而然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是这个呢，是我有时候跟我的伙伴们啊，还是跟一些员工说的时候，我就讲，可能刚开始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先设法的是就帮助人，但是那个念头还没有这样子的。但是你开始帮助人，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你开始呢自己都会转变的。为什么会转变呢？因为你看到那一个人的开心，你看到那个人的那一个解脱，你一看到了之后呢，你自己的心灵上你就会觉得开心。那开心了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呢，就会想要帮助别人，然后慢慢呢，你就会越做越多。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嘛，就是说这个布施的做法，要是你有这个，你知道了这个念头，就是说，哎，原来我做财布施我就会有钱哦，我做这个法布施我就会聪明。我做这个无畏布施，我就会有这个身体健康啦，又好看啦这些的。但是并不代表是说知道了这个之后呢，你的念头就一直想着我现在我就要去捐钱啊，捐多一点钱啊，那我就会比较好一点啊。你有这个念头的话呢，那他的那个百分点，就是这个成果的话呢，就会比较少。要是你没有这个念头，而你是真心的想要帮助，真心的想要捐的话呢，那你得到的那一个福报就会很大。所以我们就讲于就有这个算义的这个有钱的这个人嘛他就要拨款，就是说donate 嘛钱。要是他要donate说可能一两百万的话呢，对他来讲是小问题嘛，对吗？他就这样布施掉。那可能我们呢，我们自己本身呢，讲说要拨款要去捐钱，这个10块20块都有困难的话，但是你又敢的舍这个10块钱的话啦，或20块，就是你把你全部的家产都放出来了嘛。所以在佛法的定义里面呢，这两个呢，不并代表是说他给的是这个100万，他的福报就大一点，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心里面所想的。所以对于他这个100-200万呢，他是我们英文讲的 chicken feed 嘛，对他讲没事情的。但对于我们来讲说，我们要拨这个10块20块呢，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要在心里面还要打转，因为我们在想到说，我明天我不是没有得吃，但呢，你还是把它舍出来的话呢，你这个福报肯定远远超过这个给这个100-200万的这个人。所以千万呢，我们做什么事都好，就是主要的是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定义。那不是说你给多少钱，你给多大的钱，而定你的这个福报的。所以我这边也是有讲到了说，就是做布施时，不要带着为了得果报才做，而是为了只想回报呢，你就是有这个妄心，得的就不多，就是有一个局限在那边。好，所以我们做，当然现在呢讲到了这里，就要跟你讲，现在开始做布施的时候呢，就不要求要什么回报了。要是你不求回报的话，你远远就得的更多一点。
当然这个说的容易，做的难嘛。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要叫我拔一两毛钱出来，对于我来讲也是拔我的毛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说，我们做生意的人嘛，对吗？我就讲了，哎，一两毛钱你都要跟我省，一两块钱你都要跟我省嘛。所以他们就从这个用这个最节省的方式、最节俭的方式呢，才能够做到以前的定义啦，才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所以你现在要叫我给这个一两毛啊，就这样随便给掉，当然我心痛。但是呢，在应该是我在这个惠盛集团已经有12年了吧。就开始做这个惠盛集团的时候呢，是只有差不多5、6个人罢了。所以我们开始在做这生意的时候呢，就很辛苦的打拼。但我们现在呢，大概有的人数是差不多2000多个人。我从开始给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呢，就是我所讲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嘛，钱都没有，就等你叫我给布施的时候，我每一次就是很节俭的给啊，就叫做节俭啊，就给一点点啊，但是当然一点点也是很像 maybe 100、200块这样子嘛。然后呢，就开始真正去学习佛法的时候，然后有看了一些Rinpoche的这个Rinpoche的这个 video 啊、介绍啊，讲到这个布施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其实要是你什么都不想的话，而正式的给，然后是想到是为了造福人群的话，为了帮助别人的话呢，你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从那一边开始呢，每一次他们所讲到说，哎，我需要这个捐款，我需要这个钱的话呢，我一句话也不问的就这样给了。所以从12年给到现在，也没有看我越做越差，这样我看应该是一件好事啊。所以这个就是小小提议给你们知道的是说，只要不去那个信念，不要是不对的，敢舍的，你肯定会有得到你的所要的这个果报的。说到了这个学佛多年嘛，哈。那我从中呢获益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最终获益的呢，就是钱财上的这一边呢，我终于明白了，到底这个对我来讲，财富到底是什么？当然早期呢，我还是算是年轻小伙子嘛，哈。每一个人就想，这样年轻的人应该拼多一点嘛，就一直赚钱，买大车啦，住大洋房啦，这个就是最好的。但我觉得从中真的学佛获益的呢，就是跟我讲到了，千万要记得，财富呢一定要也是学习这个无形的财富，因为只有无形的财富呢，能够世世代代的带下去。就说我们这一世过世了之后，下一世还一直去借下去。当我这一世呢，就把我这个财库用完的话，然后一直只想的只是帮助于我自己的话呢，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下一世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就可能也是轮回到了一个不应该轮回的地方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说的一个道理了。所以从这一边呢，我获益的就是无形的这一方面呢，我还在学习。当然，怎么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别人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佛法排成第一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啊。要是现在是跟你讲工作，然后跟你讲学佛的话，现在工作有需要的话，我们肯定选工作的嘛。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来的。我每一次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学工作。我是近2、3年里面，
我才真的静下来，才讲到说，哎，其实真正实的赚这样多钱，做了这样多的话，那到底得来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正视到底要什么，我才发现到说，其实我做了这个呢，就是要给我心比较定一点，那我有时间来学佛法。但是我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时候，现在呢，可能拜一、拜二要在新加坡，然后拜三、拜四要在马六甲，然后可能有时候拜四又要在吉隆坡，然后拜五要在文东，然后可能又要去这个印尼，又要去这个地方，其实时间都不够花嘛。但到底做来做什么？所以我静下来才发现到，其实真正我们要讲的财富呢，真的是说要足够的时间给你真的学习这个佛法了。所以当然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年轻的嘛，有一些是比较年长一点的。我觉得年轻与年长呢，主要的定义是我们有多快的发现到，其实我们要的财富到底是什么。所以希望呢，讲到这个收益的这个东西呢，讲到了这个定义，你们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我们所讲的财富呢，应该是这个无形的修法。还有，当然第二个讲法呢，我受益的是什么？我这个人可以讲说比较懒一点，比较懒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可能你叫我去读经文的话，我的确是很不喜欢去读这个经文的。当然我就有一个坏习惯，每晚要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电视的。就我做的方式呢，就是开始就是看电视嘛，然后就看了这些这个香港连续剧这些东西的，所以慢慢呢，近几年里面，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哎，看这些到底学到了什么？学到了怎么害人哦，学到了这个要怎样子穿得更美要怎样子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嘛。还是学到说，他们怎么样？哇，还有这个家庭的 politics很像我家里很像他家里，很像公司就讲这些是非嘛。我就讲到，不然现在改一点点，所以我就开始就看这个 YouTube 嘛。那 YouTube 呢，我就把它分为两件应该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看的呢，就是学习这个business motivation 的东西，就讲说我要做一个 leader 的话呢，我应该要这样子，我应该要有什么意念，我应该要这样子去做我的生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佛法，人家讲佛法，就会看Rinpoche讲的。然后有时候呢，就看我们这个 Kechara 有很多那些 video 嘛，就看一下。那有时候也是有看几个这些老法师，有名的老法师所讲的一些佛法。其实当我开始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我才发现到其实是算是一个修行来的。然后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读东西都有办法去讲课了，所以开始呢，人家呢都可以开始问我，我都有办法去说到，我觉得是什么，这样子去做这些东西。当然，我自己本身呢，为什么去学习这些东西呢？有一个意思的，因为对我来讲呢，做人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助到别人嘛，对不对？所以帮助到别人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帮助到别人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化到他们，他们能够把他们自私的意念改成是不自私的，他们能够把他们的那个想要害人的那个意念改成不会是想要害人的。所以我就觉得说，
要是我要做这个的话，我要怎么样能够做这样的东西呢？唯一的办法呢，我自己想的，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哈。但我自己想的呢，就是说，我就开始做生意，把我生意越做越大。因为我生意越做越大呢，会有什么帮助呢？生意越做越大的帮助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意念放在我的全部的这些我的员工里面，我就跟他们讲，在我公司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不可以骗，不可以欺骗，也不可以做坏事。然后我们要做的东西呢，都一定要没有害到人的。然后顺便也是教导他们一些佛法啊，给他们知道一些佛理啊，也教导他们什么叫做感恩。所以从这里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意念教他们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到，其实我教了这10个人，这10个人呢也会教那10个人，那10个人又会教10个人。当我今天公司，我从10个人开始，到我现在是2000个人，当我现在能够教到2000个人，这2000个人教10个人，就越来越大嘛。那我公司越做越大的话，要是我的公司做到我遍布全天下的话呢，那我就有办法感化到全天下的人。这个是我的念头和我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呢？我现在开始就是说也不会觉得烦躁，也不会觉得说哇要做这个东西很难，因为那个意念不一样了。我的意念呢，就是说我把公司做大，就是要能够感化到每一个员工，能够感化到每一个人，这样子的心态来做的。说到这一边，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吗？有什么问题啊？好，我刚才听到你说感舍这个点非常好，感舍。但是感舍的基础是什么？你刚才说皈依三宝，做法会，然后聚宝瓶，然后还有布施这4个重要的点。那你要达到感舍这个行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然后它如果是按照你这4个点来说，哪一个是主的，哪一个是副的？我认为，当然以我自己的认为方式，就是说我看了这样多练习了看这些佛经啊这些东西的嘛，我觉得说要做什么东西都好，就是为自己先嘛。所以自己先的话呢，有两个东西会发生。第一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的心态。要是你自己的心态呢是不固定的，就是说你有时候想，我要做这样，然后又一下子又，我不会做这样，我又要做这样，我不可以做这样。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嘛。然后他今天讲说，我答应你啦，我会给1000块的。然后明天你跟他讨1000块的时候，他讲，我没有钱呐，我应该给500块。然后还是他讲说，我今天要帮忙你做一个东西，过后第2天他们就那个意念就换掉嘛。所以我觉得说，要是个人本身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就是说反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皈依佛祖。所以你皈依佛祖的时候呢，他能够把你的这个心灵弄得比较平静一点。就跟你讲说，你学的东西呢，你就会发现到说，我皈依于佛祖，我答应的东西，我肯定要做到。那他就很像你的父母还是你的老师这样嘛，对吗？他就看着你讲说，你已经答应我了，你不可以改变啊。所以它是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也是一个无形中的帮助到你的这个意念会改掉，而你就会说能够会比较定一点的做你所要做的东西。所以从皈依佛祖为第一，然后第二呢，当然我就讲到是为自己嘛，对不对？为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布施是最重要咯，就是第2的重要点。就是说要是你皈依佛祖之后，你的心定了，
你就有办法去布施。所以你开始布施的时候呢，你慢慢，你就会有看到它一定会有转变的。这个世界就是很奇妙的这个世界，因果报应嘛。所以你开始布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转机，它的转变。当然过后呢，我们才讲到呢，就是其他的啊，就是这个puja，就是这个佛法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具佛宝瓶，所以这些呢是我就是 consider 是 secondary 的东西。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来我刚才跟你讲的，你记得我不是讲到了说，我们每一次开始要开这个销售啊，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就会讲到说，叫我的人来这个maybe 叫 Pastor 爷爷啊来做一个法会啊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还没皈依佛法，也有一些人不要皈依佛法嘛，对不对？但我们做这个动作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他能够 stabilize 那个磁场，也给他感觉到身为老板的都有帮助到他们。当然已经教导他们要怎么卖了嘛，已经教导他们要做什么了。但我还进多一个 level 的帮助他们，就跟他们讲说，我连这个你们看不到的我都做了，这样你们的信心应该是增加180%吧。那他们开始做的时候就很好咯，所以是这样子的定义啦。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巨幅宝瓶嘛，你放在你所要放的地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风水是西南边，我放这里西南边，我自己天天起床我都感觉开心，因为我看到在西南边，我觉得肯定好，那就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以我们正式的来排列的话，我就会讲皈依佛法是第一，布施是第二，然后这个法会是第三，还有这个巨幅宝瓶是第四吧，这样子的说法。好，然后要是你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接下去maybe 你们可以问先，然后过后我才给你们一个5个投资的小窍门。这个呢是比较是 business oriented 的 ，OK？ 我刚才讲的是比较是佛法的道理这些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对，还有其他的提问吗？就是可能你针对拿督陈君婷他的个人的经历有想要知道或者是了解更多的话，或者是仁波切曾经怎么帮过他这些东西都可以提问的。那我就徇私好了我问，就是因为你们做生意的嘛，那生意总是有起有落。那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就因为你也跟仁波切特别亲近，那仁波切有给你使过什么样的一种妙法，让你怎么说起死回生？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当然我说了，就我认识仁波切，就是从我15岁嘛，到现在34了就差不多20年了。So 他都有帮助到很多。当然早期我说过了，就人品不是很好，是比较坏蛋的一点，所以他就感化到我觉得说，做人呢应该真正的就像他这样子，就是一直都是想要帮助人的那个的心态。那从那一边开始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佛法这些的，然后开始做了生意。当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呢，在这个西藏的这个学佛的方式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护法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认识到护法的时候，我就这样可怕的，为什么这样凶啊？为什么这样子的？就有这样的疑问在我的心中里面嘛。但最后呢，等跟仁波切谈的时候，然后才明白到，其实这个护法的凶呢，是要在把我们打压我们的这些障碍，
打压我们这些自傲，打压我们这些不好的这些行为，就等于为你要是看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很像老板跟下属吧，对不对？你要找老板的时候，你知道啊，他已经是很生气的话，你要去找他的时候，你也不敢再去骗他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是护法的那个凶煞的那个行为呢，其实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打压掉的。那我开始跟他在一起，就为 Abby 刚才说的，就是低潮的时候师父有帮助到什么？其实当然第一呢，师父通常就是跟我们讲，最主要的就是靠自己啊，最主要的就是学佛。你要是心和意念呢，就是说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学佛的话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当然，像我们这种肯定不相信啦，就我们想哪里可能学佛有什么，就一定是会有。所以他就以另外一个方式，在西藏里面有两种嘛。第一就是说护法上身的时候嘛，对吗？那我们就可以问到一些问题，然后护法就会回答。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们用这个 divination 来做的，这个 divination box 打卦。打卦，他就会做那个大卦嘛。所以师父呢，通常他就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容易相信人的人啊，所以他就会讲 OK， 那Colin 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做这个大卦的这个行为，然后就做出来了，就问到说，要是我生意要这样跑的话，会好还是会不好？那我现在在这个低潮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 steps？ 1、2、3，然后他就会跟我讲到说 ，OK， 我们做这个大卦的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走第2，你走第1，还是你走第3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就会用这个的方式咯。对我来讲呢，我讲了嘛，就从开始做生意12年到现在吧，为什么我越来越诚心，越来越也算是有一点是怕了哈，就因为师父所跟我讲的一切全部都实现，所以我就自己本身呢觉得说护法跟师父做这个 divination 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因为全部都真的是实现了。所以有时候呢，当然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师父也有跟我讲过，你不可以做这个东西的，你马上要改。那有1、2次呢，当然因为等你说到了，就做生意跟学佛真的是有时候是有冲突的嘛。他就讲说，你一定要把这个example 给你，这10个million舍出去。但我现在生意中就需要这10个million嘛，就是这个钱嘛。但是呢，有几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1、2次我没听他的话啦，就是可能他讲给10个million，我就给1、2个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自己都不够花了，哪里可能要给？那他所讲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呢，自从那一次开始呢，我真正的就把那个意念跟那个怀疑的心态放掉，就他所说的我就照着做。做到现在为止呢，从来都没有说会不好的。当然肯定会辛苦，因为原本就是你要把这一个东西舍掉的话，这样多钱舍掉的话，肯定会辛苦。但是我们只要以相信而以是正是帮助人的心态的话呢，它肯定会有转机，肯定会转变的。所以在我低潮的时候呢，Sam Rinpoche肯定是帮助了很多。然后自己本身呢，一样嘛，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要是你不开心的话，应该做什么呢？很多人不开心，就可能躲在一个角落哭，然后吵，去喝酒，去讲是非。但是呢Rinpoche 有给我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是自己静着打坐咯，
还有呢就是做我的萨达纳，萨达纳怎么讲？对，萨达纳呢就是念法文啊，就是这个做这个法会的方式啊，就做了这个萨达纳呢，我整个人就比较平静下来，也可以比较想的比较通一点。所以有谁很烦躁的，有烦躁的人呢，请你去找 pastor 一下，拿一本萨达纳，天天在那边念的，就会比较心就比较静了一点。不是开玩笑的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刚才跟你讲了，我就本身也是一个很懒惰的人的，所以当然我应该是每天做的功课，但我把它当做每次辛苦做的功课，所以心灵也比较好一点，那个心态都好一点。OK 大多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讲到因果报应，那你讲你15岁，你在15岁之前你是很皮嘛，你很顽皮，可能是在你1到15岁那个时期，你是感到可能家庭关系爸爸妈妈太过忙，就说，可是我们很羡慕你，你15岁就认识了仁波切。要是你觉得你今生，要是你没有一件丧事来讲，你今天的道路又怎样？我可能是 Christian 的，没有啦，开玩笑。当然，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早期呢是很皮嘛，皮的方式是什么？皮的方式呢是很骄傲、自我，因为父母亲是算我的家庭是算是很不错的家庭，但在我15岁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嘛，所以变成我们从很大的一个屋子，什么都有的，有 driver 啊，有什么的，变成去一个很小的一个屋子，然后同学就每一次嘲笑嘛。然后呢，我就不读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皮的一个学生哦。然后每一次是这样子的，就在学习当中在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就在睡觉，有人动到我就打他那种的行为。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们的事情要弄到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他们这样子要弄到我这样子？我应该是一个很好命的人嘛，想法是这样的。但认识到Rinpoche的时候，他就讲说，做什么事都好，都是为自己先嘛，就是说，你自己应该要是有对的观念，你自己应该是，你看到你父母亲现在的生意不好的话，你应该要去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要拿杯水给他们啊，看到他们要照顾他们啊，要多跟他讲话啊，这些东西。所以当然他不是第一次跟我讲，我就能够接受的啦。所以我父亲也是很聪明，因为他把我算是做一个 boot camp 这样吧，把我跟 Rinpoche 关了，应该是整1个月多。所以天天看着 Rinpoche， 天天跟他讲话，然后就变成慢慢也是有一点改变。当然回来的时候呢，就脾气比较好一点，然后从那一边呢就开始一直学佛。然后我刚才跟你讲到了就是说哪一个最重要？所以我讲说四个这个聚财的方式，皈依佛祖最重要嘛。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小时候 Rinpoche 就跟我讲你要记得你要是你答应佛祖的东西你做不到啊，你就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呢，来有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压力给我，有无形中的一个老师来看着我，所以我做什么都好呢，我就一直想说，不可以做坏事啊，不可以做这样啊，不可以这样，慢慢呢，就越学越多佛经啊、佛法啊这些东西，然后就改变了我的心态了。所以你说要是我没学的话，会是怎样的人呢？
我相信啦哈，我可能前世应该是有财库的了，所以还是会好，只是说方式会是不一样咯。做人可能是自我咯，就是很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吧。还有其他提问吗？我要请教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佛教徒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聚财？要是不是佛教徒的话，怎么聚财啊？其实不一定要是佛教徒才能做布施的嘛，对吗？所以你有发现到这个在美国啊，在哪里都好，真正有钱的人嘛哈，有钱的那些富翁啊，现在不叫富翁了，叫我也不懂叫什么了，就是很多钱的嘛哈。他们呢，不管他们是学佛都好，还是这个 Christian 也好，还是相信自己，有一些人是相信自己，我就是佛嘛，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而没错的，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有办法成为佛的嘛。所以当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但是那个理念是要对的啦。所以讲到于，要是我们不是学佛之徒的话，我觉得布施是最重要咯。所以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他们讲了嘛，这个 Microsoft， 他们做了一个基金，他们帮助了多少人？你只要讲到，你讲说这个什么，只要你有讲到哪一些富翁啊都好啊，哪一些这个 Top 20的这个 Fortune 啊，有钱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做财布施的，而且很多的财布施。所以你问我的话呢，我就讲，要是我们都不是学佛之徒的话，就做这个布施哦，就会能够帮助到自己。还有谁要提问的吗？哎，你好，刚才你有提到说关于如果有些人他以前是有财库的，所以他今生他努力的话，他就会得到嘛。如果有些人他以前是没有财库的呢，他今生会不会更加辛苦 ？OK， 他其实都是我们讲的种什么果嘛，种什么果，然后你就会有得到什么事情嘛，就是说这个因果报应的东西嘛，所以讲回这个的话呢，我就讲可能是前世没有修这个财布施的话，今世他们就肯定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在今世里面呢，他们可以修啊，所以他们在今世里面呢，他们就开始就做一些布施啊，慢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这个财库就会越来越丰满啊，就越来越多了。但就与我刚才讲的，他们的想法一定要是正确的想法，他们不可以去想说，哎，我就是因为要有钱，所以我才做这个财布施。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阔一点，就是我要真的要帮助到别人，不管我是1毛2毛都好，10块20块都好，我只要有办法，我今天有办法可以帮忙到的话，我就帮忙。以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就能够看到慢慢演变的那个角色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这个叫做了凡四训的，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呢，他就有讲到这个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他就讲到以前的嘛，其实它是一半佛教的东西，一半是只是这个Chinese studies 来的，就是古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子做事情啊这些的。所以你去读这个了凡四训的话还是去看 CD 啦，也是有的。你看我，你一定知道是看 CD 的，所以就看了这个了凡四训呢，你就会明白，其实虽然现在是没财库的，开始做的话就会有。然后一直再继续下去做的话，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所以就这个布施呢，是最重要的。OK，so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就揭晓这个小窍门到底是什么。当然，做生意的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觉得这5个东西呢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呢，能够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就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慧嘛，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智慧投资在我们的智慧。所以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做工啊，他们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啊，他们就讲，哎呀，没有空啊，没有空啊，没有空啊，他们都自己不进修嘛。所以他呢，就是一直是在这一边。你不进修，你肯定一直在这边嘛。你就要自己一直投资在自己，就花一些钱进修，一直进修，一直进修。所以你的这个智慧呢，就增加增长。所以你就越懂得越多，然后就能够做得越多咯。这个是第一最重要的，我觉得。第二个投资小窍门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宏大的这个意愿啊。就是说，你要一个很大的 dream， 就 you must believe that whatever you dream will come true 啦。所以你自己都不敢想，那你怎么能够做呢？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道理来的嘛。很多人就讲说，要是我们讲回这个阿里巴巴的话，要是他是想说，哎呀，不可以啦，不可以啦，他就今天他什么都不可以，他就是想象说，我要把这个世界的这个买卖的手法改掉，我要把这个世界的这个赚钱的手法改掉，他就是有这个大的一个 big dream， 他才能够做到今天这一点嘛。像我这样也是一样的道理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我也是很幸运，有我父亲的教导，所以我父亲的这个这个愿望是远超过正常人的。他就是一个很大的 dream。有时候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可能的啦，不可能的啦。但是就从当时在交谈的时候，而且也是上了好几个课啊，就是一直去进修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真正的你要有这个愿望，你要有这个 big dream， 你就有办法得到也做到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我们就以我们的这个事业为主吧。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英雄广场，我们也是跟自己讲不可能的啦，马六甲这样小地方。8000个人口罢了，80万人口嘛，哪里可能有什么人会有购买能力啊这些东西的？哪里有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45层楼高的这个项目？哪里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大的？但是呢，就从那一边有这个大的愿望。然后当然我比较好一点啦，还有偷偷跑去问维不去啦，他讲 yes 可以，所以我就正式去做了，人真的是实行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敢舍。就敢舍的意思呢，就是说generous 嘛，你敢舍，每一次人家讲敢舍就有得咯。所以你敢舍的话呢，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到你就有得。我们讲的敢舍到底是什么？也是有几个，就我们讲无形跟有形的嘛。有形的就是当然是施舍钱财啊，可能自己的东西啊都舍出去啊，然后无形的话呢，就是说教导人啊这些东西嘛。所以在这当中里面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布施的一方面也是已经是在实行着了。所以你一直做这个的话呢，我们以正常的人来讲，就是说，要是你对这个人很好的话，他自然而然也是会对你好的。所以你一直这样接下去，一直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有越来越多人对你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对你比较好一点的话，你做什么东西呢，就会比较容易。然后这个是那个第三个敢舍。第四个呢，就是不走捷径。不走捷径的意思呢是，有时候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说，可能我们做这个动作的话，直接我们就可以得到财库嘛，我们就得到钱财嘛。但是呢 ，before 我们走到这一点，或要直接走这个捷径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也要看到我们到底会伤害到任何人吗？
要是会伤害到任何人的话呢，那我们这一个捷径肯定是不可以去走的，因为你走这个捷径的话，你自己也是折你自己的寿嘛，你自己也是 discount 你自己的这个福报嘛，你福报就减少了。所以其实呢，但以 business 来讲的话呢，你不走捷径的话，你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人，就是说不走歪路的话呢，你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那些不走歪路的商人来跟你一起接触。然后你做的什么东西呢，你都不需要去想到，哎，我会给人害到吗？我会给人家陷害吗？这些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所讲的呢，你们觉得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勤劳哦。人不勤劳的话，说什么都是有一句话叫做屁话嘛，对吗？所以勤劳是最重要啊！你勤劳的去做那4个我上面所讲的，我相信可能明年你就可以在这边讲我讲的是真的了。所以现在的社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要开始做生意的话，要开始企业的话，其实是比以前到来的容易。除非你是今天自己觉得说，哎，企业真的是很难，就是你没有那个 dream 嘛，那你肯定明年你还是就没有什么榜样了。但你觉得说，哎，我真的要努力，我真的要去创业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明年你坐在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自己讲说，哎，我做到了。好，我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就讲到这边了，谢谢你们。